接上來，我哋而家前書5章第8節，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，就應當謹守，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。呢度話我哋信咗耶穌基督嘅人係屬乎白晝嘅，耶穌將我哋從黑暗中拯救出嚟，帶領我哋進入到光明嘅裏邊，我哋就應當謹守。呢度謹守嘅意思，原文嗰個意思係 super， 即係話似一個清醒嘅人，將信愛好似護心鏡遮胸咁樣，能夠活出嚟，將得救嘅盼望當作頭盔戴上，叫我哋活着係俾人見到我哋係一個有盼望嘅人，唔係淨係為今生，係有盼望嘅人為主活着。我哋嘅盼望係永生嘅盼望，我哋嘅盼望係等候着耶穌基督再嚟嘅嗰個盼望。一個有盼望嘅人係何等寶貴，將呢個盼望話俾人聽，叫人信耶穌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